没看到我东西在这里吗？这是我的位置。这位置不是没人坐吗？你管他有没有人坐，我的东西放在这里就是我的位置。行李是你的吗？就放着位置了，快点拿走。他都可以占位置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不拿。公交车是不能占座的，你把行李放到我的位置上，我还怎么开车啊？这是司机位啊，不好意思。师傅，我忘带钱了。美女，你一个人都报2个位置了，2块钱都不给我。去。谢，我帮我女朋友投了币。来，亲爱的，让一下。让开一点，你碰到我啦！车上那么多人，就没有一个愿意给老人家让座的吗？老奶奶，您坐我的位置。年轻人，不用了，你坐吧。你们好意思吗？人家轮椅都让出来了，让个座位能要你们的命吗？请自觉买票，老年卡。帅哥，您多大呀？我60了，怎么了？看你也不像60啊！赶紧投钱。投什么钱啊？我不是刷了卡了，你没事吧你？赶紧给钱！你赶紧的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了。都别吵了，我来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回事啊？这次就算了，我帮你刷。学生卡。大哥，这是公交车，不要乱扔垃圾。公交车又不是你家的，我爱怎么扔就怎么扔。垃圾桶就在你对面，你不能扔进去吗？就你多管闲事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谁说管不着？帅哥，别乱丢垃圾好不好？这是我刚新买的垃圾桶。这是我刚新买的垃圾桶。来你的垃圾。
阿姨，你坐我不坐。你坐，我准备下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打我们干嘛？你打我们干嘛 ？Hold up 是你嘛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大爷，我能坐这里吗？我年纪大了，脚酸不下来。大爷，你都霸了2个位置了，就不能让个位置给孕妇吗？你没看见我年纪那么大吗？腿脚不利索，你就让他站一下嘛。喂妈，中山市场旁边那家超市在搞大促销啊，快去抢！你为什么每次都给那些老弱病残让座？我让座怎么了？我给老人家让座有错吗？这么多人都没让座，你让什么座啊？赶紧的，给我坐回去！无论你们怎么说，我该让座的还是会让座。你马上给我坐回去！怎么了？想动我？你动我试试！你一个司机让老人家坐在你的位置上，你就在一旁打游戏，那车谁来开呀？我是司机啊！来个老别。